好啊，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把我们的形式稍微变一变哈。我们开始的话呢，我们上次说了，我们会自己选一个3个祷告事项当中的一个祷告。那如果你已经在这一周有这种祷告，而且的话呢，你有所得着的话，那你可以上来呢分享一下你这周的你是哪一个祷告内容，然后你有什么感受我们开始是这么一个环节。那我们的第一章的话呢，下一讲就是最后一讲，最后一讲完了以后，我们的再下一次，我们就专门开一个分享会给大家。那大家呢就分享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你学完了以后，你的感受，你的得着我们就把时间就给大家专门有一次的时间，好不好？对，不是小组了，咱们就这样分享会。对，所以呢，我给大家有2周的时间，大家可以做准备，是吧？我今天先预告然后网上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神给你的恩典，也欢迎网上的弟兄姊妹到那一天的话，也可以过来过来，我们一起在这里分享。所以你有2周的时间，一边想呢，你可以拿笔写一写或者是你记一记我想都会有感慨的了以弗所书第1章我们学完之后，都会有感慨，都会有感慨这样我们就说，我们一边有学习，我们一边有团契，我们一边有分享就是我们的这形式呢多样化一些，也为以后我们教会的话呢，更多的这种团契的生活也做预备免得我们一开始有团契的生活，大家不适应，是吧？那好，我们现在的话呢，时间到了我们就把时间开放给大家我大概给大家留出来15分钟到20分钟的样子。如果你这一周的祷告，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感动，或者你祷告了，你什么感动也没有，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是个学习过程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的话呢，这比这个百华健身那个还来劲在这个圣经说了，我们锻炼身体且有益处，是吧？那我们操练灵体呢，那就更有益处了。那操练灵体实际上比操练身体呢要困难一些，是吧？要复杂一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操练灵体，我们有一个最好的老师这老师超过我们操练身体的百华教练和小川弟兄，是吧？尽管你们在操练身体上神祝福你们那我们也开始在这里把我们借助于我们操练身体得来的好处，我们也在操练我们的灵体，好吧？我下边的时间就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谁第一个来？随便分享，你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谁第一个来？谁对上一周的祷告有感动？那我先问这个问题吧。上一周你们都按照我们的要求祷告了没有？有一个说没有，很诚实。还有呢？没反应的人呢？到底有还是没有？你得有反应没有这个也很诚实这里有一个有 ，OK， 这边有这边小川有还有吗？那边还有这个招待这边还有吗？后边的清新有吗？你有祷告吗？这个周一点 OK。那位低着头的姊妹呢，一直不抬头，好像我看不见你一样。你有吗？不好说，不好说，有没有？有什么样的感动有什么样的感动？谁来？谁来分享一下你们上一周的祷告？咱们在这里简短的分享一下。百花来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感动？来，上来，上来说，不要那么腼腆。来。上一周的我的主要的祷告的是第3项，这个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实际上是有在祷告这一个，然后呢，说实话我没什么太大的感动，然后我也其实也看了我们那个查经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软件，微读圣经那个软件，然后我也去点开那个也看了看，但是说实话，我心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经历，没有经历到。很诚实，很诚实，咱们就这样啊，咱们照样掌声鼓励。咱们在主里就是这样诚实的把我们的经历告诉大家啊，经历。那好，我也跟大家说一说我的经历哈。那我的经历呢，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周的时间啊，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们呢啊，在电话里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找我帮忙。那正好，那我用的帮助他们的就是这个3个祷告。啊，分别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啊，有的情况我会跟他们分享啊，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有的情况呢，我会跟他们分享，那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有的我就跟他们分享，那上帝在我们身上显的能力是有什么样的何等的浩大。那我的第一，这是我自己的感慨，就是我这样帮助人的时候呢，我很有确据，我很喜乐。那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的困难在哪里呢？其实听的弟兄姊妹们呢，很难听懂，很难听懂。很难听懂的原因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圣经上的建造太弱，知道吧？太弱，根基没有打好。所以的话呢，上不去。所以很多人说教会软弱，为什么行不出来？不是说没有行不出来的班，大家永远记着，行不出的原因是真理没有打牢。简单的跟大家说，好吧，咱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无知者怎么样？无畏。基督徒可以乱七八糟的生活，为什么？无知者无畏。他不知道谁，不知道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是不是？所以就可以乱七八糟的过，就可以乱七八糟的说，对吧？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打牢我们的圣经技术，好吧？那下面呢，我听听这个建龙弟兄，你跟大家说说看你的祷告嘛。感谢主。其实呢，我的呢是刚才说到这3个啊，真知道神啊，我是3个何等里边的第2个啊，也就是上次祷告也是提到这一点啊，也就是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一周呢也是借着祷告呢，也是求神的话语真的是在我身上能够因着这句话给我能够让我看到啊。因为神的产业真的是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真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上次梁朝导也讲过了，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呢，就是特别的，我就是求神能够让我在这个，尤其在这个在一切的这个患难中，或者是困苦中，日常生活不顺的时候，或者是软弱的时候呢，能够知道，这都是至在至轻的苦处，因为这一切苦处是为了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摆在天上的产业，在我们看来的时候，就是让我能够抬起头看天的时候，就能忘记身边这些所谓的人间的这些这些从我们天然人出来的这些事，小看这些，包括谁说的话啊。这个比如这个话不好听，从血气来的，我一笑就过之，这个都是没有意义的，在主的面前，这都是我们救人的表现。所以也包括生活中如果有些不顺，我也在祷告求神让我都抬起头来仰望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一切的基业
啊，那才是我们将来的归宿，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有了那个，就有一切了。所以地上这个至杂至轻的，真的是不能给我们，不能拦阻我们，也不能实在是无足挂齿啊，不足为道。所以我就这样的祷告呢，我就感觉每天的生活就是很轻松啊，不管是遇到什么呢，就是就不去对待它，因为那都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的主能够看重的。而且在我们心里边，我们真是能够坦然面对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各样的难题啊，就能够有信心，每天真的做到这种啊，像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常常喜乐啊，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话，也不是光好事，也包括生活中那些你乐意不乐意，或者一些愉快不愉快，想通想不通，都要感谢神赐给的每一个小的环境。但是前提我们要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就真的轻看地上的一切了，好吧？是我的感受啊，感谢主。感谢神哈，我盼望着我们两个弟兄呢带了个头哈，那个我们完了以后，我们这一章结束，我们说哈，这一章结束的时候，我们有分享会的时候，我盼望着呢，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都好好准备，回去呢再从头看我们第一讲到现在，你看，你去思想，你真的是过2周，什么样的生活呢？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他就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脱落。你享受一下，在人生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这样的享受，其实不多的，不多的。我们常常的话呢，被生活所迫，被琐事所扰，其实少了很多的享受。1周可能有一个闲暇的时间，跟朋友们聊聊天，放松一下，挺愉快的。但是我盼望着你们找一段时间，跟我们天上的父亲有一段愉快的时光。要有经历的哈，没有经历，你不知道这位天上的父亲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愉快。也就是说，你在地上活了一遭，其实你没有享受到那真正的属天的那个愉快。啊，我盼望着给大家2周时间做准备啊，2周时间做准备。那我们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查经哈，大家不紧张哈，但我不希望大家一到分享时候就紧张，这分享不是考试，不紧张，我们喜乐的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大家听啊，我也跟大家讲了我的经历啊，跟大家来听。其实建龙说的这个对我来说是至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见过许许多多服侍上帝一辈子的老仆人。我说一辈子老仆人，不像我这个哈，到了60岁我才辞职，开始服侍上帝。那很多就像胡家亮牧师一样，那就很小的时候就奉献给上帝了。那在读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就奉献给上帝了。就像这个卢牧师一样，这一生就是服侍上帝的人啊。那在他们年迈的时候，有一些得了真的是很难受的绝症，很难受的绝症。其实的话呢，我们今天打牢，我们说呢，无知者无畏。但同时，你真知道你有真安慰。前不久的一个让我很伤心的，他因为他几次都说他希望到我们这里来看看，跟我一块同工一段时间，也是一个老牧人一个老牧人。我说的老牧人不是年龄很老哈，就是他在主里的年日是很长很长的。那最后的话呢，很惨，他的那个得了口腔癌。口腔癌的手术的话呢，一次又一次，几乎的话把他这个大半个脸全部给拿掉了。你想想看会是什么样？很难受呢，很难受呢。最后的阶段的话呢，他很多次就是说：“神啊，你到底怎么样？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实在是受不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你看到没有？实在是受不了。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打牢这个基础的话，
这是至亲之战的，可以过得去的，可以过得去的。所以基督徒的面对死亡正确的态度，不在于你有多大的胆，而在于你对这位上帝你知道多少，他给你预备的你知道多少，你什么都不怕。反正我现在这个到了，我总提年龄，因为我也在预备自己预备自己，不是假预备，是真预备啊！早晚有一天，这个日子会越来越近到我这里我们一起呢，把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遍以弗所书1章17节，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那至圣至荣至美的话语面前，生命的话语，生命的活水，我们在这里敞开心领受，求着活水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活得不再一样。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说今天我们要主要看这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刚才百华弟兄说没有经历，是的，没有经历，我们真的是不太清楚。这是第三个何等的浩大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有两种理解。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两种理解，大家注意听这两种理解啊！你听的时候，你做个判断，你做个选择哈。你看你是选择第一种解释，你还是选择第二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我们身上的救恩是上帝赐我的恩典，再加上我用上帝赐我的何等浩大的能力而做成的，这两者缺一不可。没有上帝的恩典，我还是死人，所以必须要有上帝的恩典。没有我用上帝给我的能力，我就不能治死我的老我，这救恩就没有办法成就在我身上。一种解释。好，听好第二种解释，上帝的救恩乃是上帝的大能在我里边，并借着我而运行的结果。第二种解释，上帝的救恩乃是上帝的大能在我里面，并借着我而运行的结果。记着是这大能在我身上运行的结果。这是上帝的救恩，你选择哪一个呢？两种解释。大家发现圣经基础打不牢的话，你会糊涂了。你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吗？一个是神加人做成的，一个是上帝独自完成的，是不是？在这个另外一个译本修订版译本修订标准译版里的译法是这样翻译的：他在我们这信的人里面的能力，其浩大是何等无法测度。
大家看到我今天我拿另外一本圣经，大家经常看到我拿着中英文圣经啊。那这本圣经挺新的，这是我查经的时候写讲稿时候用的。这是我们中文这个圣经翻译新译本啊，翻译的中文译本里边翻译的应该算是最好的一本圣经了啊，最好的一本圣经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它的翻译啊。他的翻译是这样的：神照着他强大的力量，向我们信他的人显出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发现了吗？所以，真正按照全本圣经的启示，我们应该选择的是第二种，就是救恩完全100%是上帝在我们身上做成的。你看前面一种，你听不出来，你觉得蛮有道理，是这样啊？上帝给我，然后我用上帝的能力，然后呢来治死了我，然后呢我就成圣了，然后这个救人他做成了呀。否则我怎么能见主面呢？或者我怎么能成为这个圣洁无瑕疵呢？毫无瑕疵呢？是不是？我们常常这样说，所以我们自己做啊做啊做啊，哎，这不行，怎么做不出来呢？是，你就是做不出来。那保罗在这里，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让以弗所人，也是让今天的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上帝的能力在我身上是怎样运行的，是怎样的浩大。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对成圣的所有的恐惧，所有靠不住的感觉就会没了。因为不是你做的，你当然把握不住自己了，但是神做的呢？神做的那当然就是有确据了。神要把一件事情做成，难道做不成吗？一定做成。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活出来，真的是你怎么知，你怎么活。当你无知，你活的就是个无知的样子，是不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说你的依据在哪里？我们来看，我们来体会一下，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能力有多大？这能力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能力，同样运行在你身上。多大？可以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大不大？我们说人心从未想到，人眼从未看到。你看到过吗？你听到过吗？对，你知道有这么大的力量在你身上吗？这力量可以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力量可以把主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哇！你可能会有问题说，我怎么没感受到呢？慢慢听。我们刚才说了新译本怎么译的呢？新译本译的是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跟这个翻译不太一样，更直接。这个力量在你里边，这个力量在基督身上。你不知道在你里边什么样是吧？但你知道在基督身上什么样，对不对？我们看到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看到了如今基督升上高天，在父神的右边。这是确据吧？实打实的确据。上帝说：“对，这个力量此时此刻在你身上。”那你要思想，我怎么没感觉？你要思想，我怎么没感觉？
好，我们首先来找这个确据，就在你身上。哪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句话你能理解吗？什么叫大能？多大的能耐？你现在明白了吧？就这么大的力量，要救一切相信的，就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上帝的特殊恩召要临到一个人，这个人无法拒绝，这个人无法抗拒，这个人不可能不改变。多大的力量？这么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当年主耶稣基督叫死了3天的拉撒路出来的时候，这个拉撒路不可能不出来。他不仅仅只是活了，他必须坐起来。他不仅仅可以坐起来，他必须在所有的裹尸布没有解开之前走出来。你知道吗？不可抗拒的。那你有没有问题了？那我为什么总不顺服呢？你有这么大的力量在我身上，会有这个问题吗？会有这个问题是吧？好，咱们再往下看。首先解决这个力量在你我身上，我们要明白哈，是这个力量带我们走天路，是这个力量要改变我们，是这个力量让我们活得像个新人。我们先明确这一点哈，也要再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好，这个力量干什么？在我们身上干什么？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是不是这个力量？是不是动了善功的？然后呢？你看，必成全这功，是你成全的吗？那你把这个能力给我一点，我用了你这个能力，然后的话呢，我才可以这样，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他动了这个功，他一定要完成。发现了吗？这是我们信耶稣，这是我们的确据，不用担心。他动了这善功，你是他的孩子，好，他必成全这功，而且这功是他在你里边来做的，他功在你身上来做成的，看到吗？继续看，我们信主了，我们想有一个新的样式活，我们想行神的律法，我们要爱人如己，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的性情，是不是？开始有新性情了，这性情哪儿来的呢？你们立志行事，这个心劲儿从哪儿来的呢？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看到没有？是你的立志吗？是你的好德性吗？是你有坚强的毅力吗？白话注意比较一下，你健身能坚持，那是你的毅力，对不对？但是这里在灵里边有个事情，不是你的力量，看到没有？你动的那个意念哪来的？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什么？成就他的美意。什么样的美意？圣洁，无有瑕疵。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有这样的盼望伴随你，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不一样了？你知道，无论我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有一天我就会这样荣美的站在那爱我的父亲面前。你盼望吗？你发现你会不一样的，你从来不会低沉，你不会低落，看到没有？你不会没有指望。他要做的，他必定做成，必定做成。他还做什么？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的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看到没有？像刚才建龙分享的，
突然有一天觉得呀，我怎么得罪了这个弟兄了，得罪这个姊妹了？这心从哪儿来的？看到没有？上帝在他里边，圣灵在他里边，一个劝解。哎呀，怎么这样？上次一个弟兄也在跟我分享，主日在服侍的时候，着急啊，受到另外一个弟兄的一个干扰，着急，你怎么动我的东西，干扰这个东西呢？那个脾气也发了，完了。然后呢，主日完了以后，那个被他发脾气的弟兄跟他说：“弟兄啊，对不起。”哇，这个发脾气的弟兄都无地自容了。你看到没有？谁的工作？你发现了，所有的都是上帝的工作。你所宣扬的这位上帝，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如果我在辅导你们的时候，你们真的听得懂的话，是不是我的辅导也会轻省一点？是不是这样？但你真理打不牢的时候，我跟你讲半天，你听不懂啊，你没办法明白呀，是不是很困难呢？那很困难呢，真的很困难呢。不仅困难，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很难受。难受不是我没这本事帮助你，难受是我没有办法。我看到你在罪里，我看到你在受苦，我没有办法把你从苦里拿出来。我难受是我看到你在那个苦里，我难受，我不想你在那里受那个苦，可是我说来说去你没用啊。那如果我说两句就把你拿出来，我开心吗？我太开心了。开心不是我的能耐，开心我看到你从那个苦里出来了，我多高兴啊！我相信上帝也高兴，是不是？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是不是？第二种解释，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显现了出来，不是让我们做了出来，是不是？看到吗？所以整本圣经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好，再来看，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这个大能大力，真的要你看这个希腊文的时候，会希腊文的时候，这个让赵代看见，赵代可能是觉得眼睛一亮。为什么？这当中有一个什么呢？这当中是两个词的一个集合，一个词的是能量。大能大力如果跟能量挂在一起，才真能反映出它有多大，是不是？赵代，能量。再一个呢，权柄，这两个加在一起，哇！我告诉你，这个大能大力，我就这样给你再举个例子吧。你有这个权柄，你可以随时按下这个原子弹的按钮，可怕不可怕？这个人可怕不可怕？那如果这个人脑子坏了，那完蛋了，是不是？发现了没有？但是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啊！但是上帝他具有绝对至高的权柄，他有巨大无比的能量，还是这两个加在一起，所以他说了，基督是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新译本我刚才跟大家读说，这力量运行在基督身上。好，我下面问几个问题。在表明神的大能大力的时候，如果让你来跟人讲神有多大能耐的时候，你会选什么例子？
你会选什么例子？你会不会选创造？因为什么？因为创造的时候，上帝就一句话：哇，整个宇宙万物，所有就够大不够大？赵代，你能不能评估那个创造的能量该有多大？我告诉你，世间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出现，是不是？而且你的任何的测量仪器也经受不了这么大的能量，对不对？你发现没有？你会跟大家说，你会跟人说这个，是不是？你会找这个例子，是不是？够大了吧？这个力量够大了吧？啊，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命令一切万有就出来了。但是保罗没有用它。好，你还会想什么？如今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百华你怎么没有突然飞上去啊？因为万有引力是吗？谁有万有引力来护理这整个地球啊？上帝是吗？他护理的力量够大吗？够大。他只把这一个律拿掉，完了，咱们你想想，现在就乱套了，是不是？都乱套了，这个所有的东西都飞起来了，看到没有？所以，其实人整个宇宙万物能够有规律的保持目前的状态，就是上帝的大能大力的护理能力，够大吧？够大。没有这个护理能力，全部都完蛋，对不对？我们做医生的知道，没有万一有引力，你的器官怎么办？那叫真的翻江倒海了，在里边啊！你以为你现在的器官，哎呀，这正常的，心脏在这里哈，那胃在这里，啊，那没有万有引力，你试试看在哪里？在哪里？哎呀哈，我们这牙医都不知道这牙医怎么干，没有万有引力，钱怎么往哪儿放？牙齿噔就出来了。但是保罗没有用这力量，哈，好。为什么保罗也没有用上帝在历史上显出的审判的力量？挪亚洪水力量够大吧？审判的力量，看到没有？那时候天上的窗户打开了，地上的泉源崩起来了，看到没有？上帝也没有，保罗也没有上帝的力量毁灭所多玛、蛾摩拉，天上硫磺降火。没有，以色列离开埃及过红海，没有。当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约旦河啪分开，没有用这能力，没有。这些都可以说明上帝的大能大力，对不对？但他都没用，为什么？赵代，为什么？这些例子他都不用。而用了这个例子，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为什么？这个更难。只有这个能力跟你有关系，你可以有亲身的感受。你是有经历的，给你讲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你有经历吗？你有感觉吗？没有啊。就即便是我们现在在地上获得自在，你说那是上帝的护理给你的，你有感觉吗？没感觉。我认为这是自然，是不是？但是有一个，我们重生得救的每一位经历了，你已经经历了这大能大力，你还说你不知道有这大能大力呀？我没感受到这大能大力呀，感受到了吗？你没有感受到就麻烦了，你没有感受到，你现在就跪下来求告上帝，认罪悔改，让他救你。什么意思？你就没有重生得救，对不对？所以
它跟这个要挂在一起，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和基督的复活连在一起，我们也跟基督一起如今坐在天上。这就是神在我们以弗所书前边神说应许给我们的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你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有感觉了吗？我现在告诉你，百华，有感觉了吗？已经有力量在你身上了，你有感觉了吗？你可以有感觉了吗？你可以拿着感觉去默想上帝的力量在你身上了吗？已经可以开始想了。在你以后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开始有一个实际的事情你可以想了，是不是？不会太抽象了，这个没办法，不会太抽象了，不会太抽象了。神对我们的眷顾，不仅仅是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拿出来，还有什么呢？你还要成圣呢，你还要成圣呢。所以呢，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现在经历的，我们过去经历的。上帝救我，小川，我盼望着一天，那能力你能感受到，你经历到，你这一生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力量，把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时候人活着的不一样的，那时候人的价值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神，他是这样爱我们，不仅解决我们赦罪的事情，还要解决我们成圣的事情。为什么要解决成圣啊？我们在没得救的时候，最大的仇敌是罪，是吧？我们得救以后呢，最大的敌人是什么？还是那罪，是吗？这罪从哪儿来的？魔鬼来的。最大的骄傲是什么？就是死，是不是？所以神都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神说了，我给你的这样的力量要跟这个力量挂在一起。所以的话呢，你看，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看到没有？跟耶稣挂在一起了吧？为什么他成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这是耶稣的死，是不是？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复国，是不是？你跟这个连在一起，你有盼望了吗？你就有盼望了。所以神说，你跟他连在一起就盼望了。你跟他连在一起是为什么？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看到没有？这世上的人，你别听他乱讲，不怕死，没有死到临头，死到临头都怕死。为什么？人是神造的，所有将死的人都是在极度的恐惧当中。当他不知道死后他的去处在哪里的时候，不是一般的恐惧。上帝命定的，你想吹牛就吹吧，看到没有？但是上帝的这个大能大力，就是跟我们把我们挂在哪里？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现在你透过这一点，你可以明白很多很多上帝的话语。我反反复复能想起建龙当年讲罗马书的情景，是不是？我与他同死，我与他同活。你说起来，你没有那个经历，你平平常常的。你现在，我希望你有点感觉，我希望你有点感觉，看到吗？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当然了，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是啊，你得胜的权利在哪里？是啊，你的督钩在哪里？对呀，
奈何不了我们了，因为这大能大力把我们跟耶稣复活的能力是挂在一起的，在我们身上。所以无论我们与老我的征战多么辛苦，这辛苦是真实的，但不怕，有个能力在你里边，要做成一件事。无论这个世界和世界的黑暗力量对我的搅扰是多么真实的。有一段时间，赵代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他跟我说：“这怎么我知道这是好的，我怎么就做不出来呀？”这是真实的。但今天你知道了，有一个力量在你里边，他不放过你。无论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朽坏，无论我们有怎么样的疾病，刘军姊妹身体不好，是真实的，但是知道吗？上帝有这个力量在你身上，复活的力量在你身上，看到吗？它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看到没有这个关键的词，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在世活着，我们就相信这世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拦上帝的计划在我身上完成。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吗？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吗？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你成圣吗？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你有一天见上帝见不着吗？没有，没有一样，因为这世上再也没有力量可以跟上帝的这个力量较量了。而且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为什么现在还过一个天天面朝地的生活呢？然后你诉苦不尽，你说我的日子苦不堪言，那你要好好思想，你真的得救了吗？所以基督徒，当你知道，我说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不一样。好，你知道了这个力量会在你身上，那这个力量在你身上怎么工作的呢？我也让你知道。我们来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信的主耶稣。不是你想行各样的善事，是主耶稣基督在各样善事上要成全你们。怎么成全？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真的行善的时候，我们心里涌出来的是什么？神啊，我这样感谢你，是你做成的，是不是？是你做成的，你有骄傲吗？你肯定不会有骄傲了。哎呀，你看他，这事儿全让我干了，这活全让我干了。你看他信主那么多年了，什么都没干，你会有这想法吗？没这想法。为什么建龙说有些事情，很多的话不好听，过去了，是过去了。为什么？谁让你过去了？上帝让你过去了，你感谢神，神呐，我真感谢你。你知道我原来过不去，现在你让我过去了，我经历了一回，我过去了，又经历一回，你该多开心呐！这是个基督徒的日子。所以基督徒，你如果看着基督徒没笑容啊，有问题的，真有问题，知道吗？真有问题，是不是？你看这力量在你里边，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发现了没有？谁在你心里行啊？不是你，他行，他行的事
是不是讨神喜悦的人？当然是。你是不是个讨神喜悦的人？当然是。他在我心里做呀，看到吗？你发现了没有？当你明白这一些的时候，你真的会活得不一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看到有多丰富了吗？看到这大能大力了吗？这里说的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给你了。你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吗？多有尊荣啊！多大的尊荣啊！你是这样的人呐！你说我万一走腿软了怎么办？腿软怎么办呢？他保守你们不失脚，他叫你们无瑕无疵，他叫你们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谁呀？我们的救主。看到没有？谁做成的？我们的救主在我们身上做成这一切，做成这一切。我盼望着你知道了以后，你会不一样了。这大能大力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你身上的呢？从你信的那天开始。这是你的始，这是你的终。我们是神的工作，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这就是我们，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呀，弟兄姊妹们，上帝的孩子们，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呀。他保守我们不失脚，他叫我们无瑕无疵，他叫我们欢欢喜喜地站在我们的救主面前。所以他让我们重生，他让我们重生，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刻不离开我们。记着，他一秒钟离开我们，我们就完蛋。这是我们叫做依靠神，这是我们叫做仰望神。这是一个基督徒这样活着的。除了和复活的能力挂在一起，还和什么能力挂在一起了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和你现在生活的世界挂在一起。我们是再怎么样，我们是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呀。受呢，现在的世界里，你受最大的干扰是什么？那就这些力量。执政的力量、掌权的力量、有权的力量、主治的力量，一切有名的，哪些啊？现实世界，给大家举个例子吧。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知道吧？那我们联系应用一下了。什么叫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什么时候动作？想起要读经了，哎呀，今天比较累，公司弄了一天了，挺累的。读经啊，安静一点，让我去洗洗，去洗洗。洗完了以后，饿了，饿着肚子读，精力不集中，做个饭，饭做完吃完了，哎呀，吃太饱了，有点困，明天再读吧，是不是？那。你以为这怎么体现的？什么执政的，什么掌权的，什么有能的，什么主治的，什么一切有名的，那都出来了。看到没有？哎，你的肉体的情欲，你的眼目的情欲，你的今生的骄傲，是什么？是你的内鬼，
是你里边跟外边世界里应外合的那东西，看到没有？所以保罗说了，那上帝的力量在里边，要怎么样胜过这些？要胜过这些啊！眼目的情欲呢？眼目的情欲，现在我们耳朵可听的，眼睛可看的，我告诉你，大多数都是误会的，大多数都是反上帝的，是不是这样？太多了，你随便的媒体打开，你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呢就被掳掠了。有的还化妆的很好，是不是？所以的话呢，哎，又里应外合，又不行了，又不行了。今生的骄傲呢？啊，今生的骄傲更不用说了，尤其我们的第一代移民，你的社交圈呢，你的商会啊，你的俱乐部啊，你的世家门第啊，你外在的华丽啊，你炫耀吹牛啊，天然人爱去的地方你都愿意去啊，太自然不过了，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些都在吸引着你，吸引着我，都是这些力量。除了之外呢？大家还记得有一次卢牧师主日讲道讲什么？你们的习惯不好，还记得吗？是的，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仇敌，我们的习惯。我们是经历了重生，我们是成为了基督徒，我们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因着这个有过欢喜快乐，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不如意的时候常常会有。怎么来的？习惯。习惯。你有读经的习惯吗？你有亲近神的习惯吗？你有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团契的习惯吗？你有一个敬虔生活的一个习惯吗？哎呀，我们身上的坏习惯太多了，是不是？习惯是什么？习惯不用想，出来就这样，是不是？弹琴的都知道，现在让你弹，啪出来就是这样，是不是？故意跟你说的，哎，这个和弦让你弹的不像和弦，它像那个，你试试看，哇，你困难了。那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了，不知道怎么弄了，是不是？习惯是什么？就这些习惯。咱们说的啥？肌肉记忆，就这些啊！这是不是我们的仇敌？是啊，所以连保罗都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上帝说：“我的能力在你里边，我的能力在你们里边运行，干什么？它在你的性格里运行，它在你的意志里运行，它在你的情感里运行，它会让你时不时想起来，哟，我要读经了。它会让你突然有个感动，我要祷告了。那都是这个力量在动作，在动作。你可能没有意识，因为你不知道。今天你知道了，每一个动作都是它在里边做的，在做，在做的。那你说我怎么就没有呢？好，没有，你等着，有一天上帝爱你，管教你，一定的。管教你的时候，你别吱哇乱叫。你吱哇乱叫的时候，我盼望你第一个找传道，找牧师。我也可以诚实的告诉你，牧师传道告诉你的第一句话是认罪悔改。你被管教了，都是给你机会啊，提醒你让你读，你这懒呢？提醒让你跟上帝说话，你不愿意呀。提醒让你勤奋一点，你也不愿意呀，是不是？那好了，等着吧，上帝一定管教，上帝一定管教。所以你发现上帝管教你的时候，感谢神，因为他没有放弃你。最怕的是由你去吧。有很多弟兄姊妹是处在这个光景里，由你去吧。他真的在这个世界上自在的不得了了。记着，
若他在你生命里，他绝对不会不管你。记住哈这句话，他绝对不会不管你，因为他动了那善功的，他必完成。他不放弃，他一定会完成。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他用他的方法要完成。完成到什么程度？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选择吧，前面的日子你要怎么过？所以有个牧师跟弟兄姊妹们说一句话，不好听，但是耐人寻味啊，好自为之吧。什么叫好自为之吧？照着上帝的话，好自为之吧。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你是否意识到你的安慰、你的盼望、你的力量、你的确据，都是这浩大的能力？所以你不怕。我盼望着今天你认识了这浩大的能力以后，你倍得安慰。他在塑造你，他在带领你，他在带领你要到一个地步。你在他手里，他不停止这个工作。好，下边要来到你的问题了。那我怎么感觉常常是我自己的力量大过上帝这个大能大力了？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好，我给你举个例子。为什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百华，现在我让你做件事儿，你呢，只吸气不呼气，做行吗？行吗？不行是吗？为什么？一个活的人，他就有呼就有吸，是不是？一个自然人，一个健康人，怎么样呢？他就有呼有吸。那你让他变成只有呼没有吸呢？那这个人正常吗？不正常。他该有多大的力量来抵抗那个正常的力量啊？你想想，你想想，要有多大的力量？你的呼吸这个是个力量，是不是？是你生命的力量在你里边，是不是？你这个力量，你觉得，它不够大，不够大吗？它很大，大到什么程度？你没法抵挡它，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人说了，我一定要抵挡它。好，你抵挡的方法，什么方法吧？你告诉我，啊？憋着也不行啊。啊？没办法，有办法，自杀。有办法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这个例子告诉你，你说我怎么觉得我身上的力量比上帝的力量还大呀？我告诉你，是你在干什么？自杀。你在自杀。还有一个方法呢，他杀，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呢，我怎么的？我的力量不如那个力量大呢？我告诉你，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他杀。他是谁呀？魔鬼。你不要上帝的力量在你身上，你借助于什么？你借助于魔鬼的力量跟上帝来抗衡。有这样过的吗？大量的基督徒这样过。所以你会感觉，我怎么没感觉神的力量在我身上？我怎么感觉到我的力量还在？哎，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你要顽梗背逆上帝到什么样子呢？你不要小看，你动不动说我体贴肉体了，我软弱了，你小心，这是好听的描述，不好听的描述，要么你是自杀，要么你是他杀。自杀方法有多种，我告诉你，这种生活就跟吃了药的人一样，就跟喝醉酒的人一样，是不是？喝醉酒的人，喝醉的时候，他有喝酒的享受吗？没享受，难受的要死，是不是？
你说他是那个时候更难受，是戒酒更难受啊？我告诉你，他喝醉的那会儿，他比戒酒的时候还难受。但是你让他戒酒，他戒了吗？不戒。你看到没有？我只能告诉你，你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你要做一个非正常的基督徒。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你下决心不来查经所用的意志力，远远超过你下决心来查经的意志力，是不是这样？因为你不来查经的那个意志力，你要抵挡哪个力量？上帝的大能大力。你要把它能扛住，你才不来，是不是这样？你是用这么大的努力，要做一件不顺服圣灵、不顺服上帝的事，然后你说你软弱了，然后你说我的信仰里面有这个问题了，有那个问题了，有那个问题了。现在上帝让你没有问题，让你身体好好的。所以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顺着这个力量，你顺着这个力量走好吗？你又走的有尊严，你又走的有果效，你的生命又不一样，你又满了祝福，为什么就不要呢？为什么我非要选择一个方法，给自己找1000条理由？查经这么困难呐，读上帝的话让你这么难受啊？干嘛要信耶稣啊？你自己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无知者无畏。为什么你敢这样做？无知。对谁无知？对上帝无知。好，我们都快讲完了哈，我们下一次是最后一讲。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停在这里了。我们刚才的话呢，在小组里边你们自己分享，我不按上一次的小组了哈，我们人员会有变化，我们还数数哈，我们打乱小组啊。然后第一个呢，你分享一下你自己分享上一周你的祷告的心得，然后的话呢，你分享这个你是否在你的信仰经历里经历了上帝的这个大能，好，然后你下边我们要真的要认识这个能力哈，这个能力我发现了非常重要，是不是？白华，我希望你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认识到、经历到。我们先认识，以后经历的时候，你会认识到，咦，是这回事儿啊！你不认识，你以后经历了，你也不知道，对吧？好，那我们自己还是为自己祷告，最后一项还是为自己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分4个组啊，1、2、3、4，咱们数数。好，分4个小组啊，1、2、3、4啊，4个小组。